太上清净经》，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夫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，有浊，有动，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，而心至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至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成，欲未浅也。能潜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现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。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即无，淡然常寂。即无所即，欲起能生，欲寂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怡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直得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。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。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。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招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。得悟道者，常清净怡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。灵宝齐鲁灵三地，他印正好三圣。二在中原三星，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不服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间中华人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跳，吾以山前对河童。
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得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益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像是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等亲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逃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元价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征服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灯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以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美香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
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回向于父母，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回女，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南佛，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祈止息，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世界平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祈调求风雨顺，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世所至世道，所至导，圣慈昭阁采纳。圣慈昭圣阁采纳，慈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来下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今天上篇慈悲，感谢各位点燃师、各位前贤，今天后续学习到这边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，大家晚安。谢谢美香处长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哦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。哦，感恩了。大家晚安。哦，组长晚安，点传师晚安。哦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哦。哦，简经理晚安。杨前贤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护领任晚安。经理晚安。护领任晚安，经理晚安，杨前贤晚安。